小型壁球嘉年華唔單止咧係少年壁球手大顯身手嘅地方，咁仲有好多攤位遊戲啊，俾大家可以接觸呢一項運動。好似今日呢個嘉年華會咁樣啦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俾小朋友可以用一啲開心啲嘅方法去唔好咁死板，可能淨係訓練啊咁樣樣，可以俾啲開心啲嘅方法佢哋去接觸到壁球啦，同埋有呢個身邊呢個我哋嘅吉祥物啊小超，咁令到啲小朋友可以提高佢哋嘅興趣去繼續玩壁球咯，繼續。今日超過2000人嚟睇呢個參加呢個運動啊，係非常好嘅。咁亦都好難得，即係我哋可以喺呢個機會咧推廣壁球尤其是小型壁球嘅發展。嘉年華咧喺商場度設置咗一個小型壁球場，咁更加係安排咗比賽，等啲小朋友表演一下喎。佢哋啲小朋友開始玩小型壁球，見到佢哋好犀利嘅。比起我哋以前學嗰陣時咧，因為而家有小型壁球嘅關係啦，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好細個5、6年班嘅時候已經可以掌握到壁球嘅基本功啦。因為小型壁球同本身正常嘅壁球有咩唔同咧？就係首先佢塊板係輕啲同埋細啲，個波又彈啲同埋大啲，令到佢哋比較容易到掌握到壁球個基本功啦。我覺得打壁球好開心，我覺得打壁球好好玩。我覺得打壁球好有成功感，即係你贏咗之後，你會好開心，但係同埋每次比賽輸咗都會有經驗，咁俾你下一次比賽可以做得更好。我就覺得打壁球好開心，可以識多啲朋友。呢個小型壁球大獎賽咧，最後咧就係由3年級嘅張家佑啊擊敗咗同校嘅劉興琪勝出嘅。咁佢哋真係打得有板有眼㗎，話唔定佢哋幾位啊就係歐振銘或者係劉少維嘅接班人啊。而呢一日咧，亦都係學界壁球賽嘅頒獎禮。咁壁球界啊真係人才輩出啊！